Hello Marvin啦，咁啊又係大戶情報嘅時間啦。咁啊啱啱個賽日啦，咁啊推介咗下大戶情報，咁啊兩匹馬，咁啊諗住呢係即係一條位置 Q 穩穩陣陣收錢啦嚇，點知呢嚇咁啊即係有形升就嚇撻咗 Q 啦嚇，咁啊結果冇辦法。咁啊另一隻首飾天空咧嚇，即係估唔到啊雙遇復出之後咧一樣咁犀利嚇，即係贏得都非常之輕鬆。咁啊嚟緊呢時間啦，咁啊呢匹馬再出啦嚇，咁啊大家咧都可以留意。咁啊今次咧我哋都叫我老友喂，醒醒定定幫我揾翻場好嘢嚇，俾翻啲即係聽眾朋友好喎。咁啊所以咧佢都今次啦，咁啊揀咗一匹馬咧，咁啊叫我咁啊同大家分享嚇嘛，應該可以咧同大家咧嚇收復失地嘅。咁啊希望啊真係正如佢咁講啦嚇，咁啊大家嚇可以咧有錢贏呢一樣嘢咧先至最緊要嘅。好啊，咁啊，今次大戶情報啦，都多謝我老友嗰邊即係提供俾我哋啦嚇。咁啊，亦都咧，咁啊，大家記住啦嚇，訂閱我頻道啦，同埋咧撳埋個鐘仔，咁啊，先至咧可以咧嚇收睇到嚇大戶情報嘅。咁啊，另外咁啊，麻煩大家啦，做多少少嘢啦，就係睇多啲個片啦，睇完俾個 like 啦，留言同埋分享埋俾你嘅朋友。咁啊，大家咧即係多多支持嘅話，大戶情報咧就會長做長有嘅。咁啊，今次嘅大戶情報啦，咁啊老友揀咗咧第7場3班1000米，咁佢就俾咗一匹馬，咁佢亦都講到明咧呢匹馬咧今次咧佢哋主力咧就搏批 win 咧嚇，買少少玩下咧，亦都無妨嘅。咁呢匹咧就係咧10號嘅富心星，咁啊方家柏馬房嘅馬啦，咁啊安上人當然咧就係雷神莫雷拉啦。嗱，我老友都講嘅，而家咧你話賭谷草咧，咁啊冇得鬥氣噶啦嚇，唔要方家柏咧就真係攞嚟搞嘅啫。咁啊始終咧呢個場咧就係佢食糊嘅場地。咁啊富心星啦，咁啊呢次咧就升咗上嚟3班啦。咁啊雖然之前咧已經喺4班咧贏咗2場噶啦，咁啊正常嚟講咧叫做咧已經交代咗啦。咁啊不過而家馬房爭冠軍，咁當然啦手下有啲咩棋，咁啊當然都要用盡噶啦。咁啊富心星今次咧排喺個4檔嗰度，雖然咧未係最好，但係都叫做唔錯噶啦。咁因為咧呢匹馬咧嚇，即係你俾佢埋到難放嘅話咧，其實咧都唔係話咁容易咧追到佢嘅。咁仲要今次啦，唔喺四班嗰度孭重磅啦嚇，即係相對叫做輕飄飄啲啦嚇，隨時咧俾佢走咗去咧都唔出奇嘅。咁啊雷神啦，咁啊放頭嚟講咧就唔算話好犀利嘅，咁但係咧佢始終都係一個好全面嘅騎師啦。咁啊對比翻嚇，即係一啲主要對手，例如1號嘅馬力，咁富心星孭輕10幾磅嚟跑咧，就點都有啲優勢嘅。咁似我老友嗰邊咧都會話咧嚇，煲重呢匹嚇10號富心星噶啦，主力咧就正如頭先佢所講嚇，都會係倒批。事關呢匹馬咧，始終都係4班升上嚟啦，同埋已經都搏咗2場。咁啊，波邊嚟講咧就唔算話咧太實際。不過如果大家中意呢匹馬，或者你係雷神 fans 嘅話咧，買些少亦無不可嘅。我老友都講嚇，咁啊今次可以睇下呢匹富心星嘅表現啦。咁啊今次大戶情報，咁啊同大家分享嘅咧就係第7場3班1000米10號嘅富心星。咁啊希望可以幫到大家啦，亦都咧預祝大家咧今期嘅賽事贏多啲。